妈咪，你为什么不要宝宝？我怎么说不了话？这谁家小孩认错人了？他家长呢？易真泽，宝宝，这种薄情寡义、抛夫弃义的女人，不是你妈咪。妈咪，我们到了。你做噩梦了吗？原来是梦。7年了，怎么会突然梦到易晨泽，还带着个小女孩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妈咪没事，我们下机吧。那不是北辰首富千金吗？他怎么带了个小男孩？快大新闻！请祝你19号大婚，恭喜！我19号大婚，融合两家合作的天际之城项目已经备案了，不就变相宣布融合两家联姻吗？不需要通知本人的大婚吗？荣小姐，能聊聊您的未婚夫吗？没见过。荣小姐别开玩笑了，都订婚了怎么会没见过？外界传言您失忆的1年多，生了个孩子。妍妍，我在这里就你一个朋友，航航就托付给你了。我怕我照顾不好孩子，荣芷言凭什么你不要易神泽，他却对你念念不忘？我那么爱他，他却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要让你和一双儿女一辈子相见不相识。妍妍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好，我答应你。是的，这是我儿子。真是的儿子，师傅那一年生的。易晨泽，他怀里的小女孩是他女儿，他结婚了。那个，这次贺大少，易晨泽是贺大少，我的联姻对象。妍妍，爸爸实在没办法，天际之城的项目没有贺家我们吃不下，你妹妹不愿意联姻，当走个形式。等项目结束，小丽随你。项目呢？由你负责。天际之城项目是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想做的项目，如果假联姻能换来项目也行。好，我接。是的，这是我儿子。阿泽，你愿意回贺家，去和荣家联姻，不会是忘不掉他吧？你想多了，商业联姻，利益罢了，真的。我该回去了，欣欣需要人陪。这么早？我说你和荣芷嫣，一个带个私生子，一个带个私生女，也是绝配。哥，我错了。先生，您设计的3件礼服已经送到了贺家。欣欣呢？小姐已经睡了。好。妈咪，晨泽，你现在相信孩子是你的了吧？孩子不能没有妈妈。我从没和你有过关系，我也不管你这个孩子怎么来的。想让我娶你，做梦。管家，先生，苏小姐将孩子扔在了门口。扔出去。欣欣，爸爸给你找个新妈妈好不好？妍妍，好美！贺家请的这个设计师可真厉害，3件礼服每一件都好配你。等我结婚也要请他设计。是挺不错的。妍妍，你怎么还心不在焉的？你想要天际之城的项目不是拿到了吗？还是你放不下易晨泽？我可听说他有女儿了。他草望啊，不过贺大少，不过什么？没什么，在机场大概是我看错了。易晨泽当年是靠奖学金上大学的贫困生，
不可能是贺大少。妈咪，我是不是要有爸爸啦？是的哦，我们航航要有爸爸啦。航航不愧是你养的宝宝，越来越像你了。我儿子当然像我。他们上楼了，快准备准备，快盖好盖头。鞋子藏好了，不找到鞋子可不能让新郎把你接走。真的是。真的是他。爷，我想带你见见我妈妈。不了，叶晨泽，我们分手。妍妍，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你吧？只是看上了你这张脸罢了。3年腻了，我未来的丈夫只会是联姻对象。荣芷言，我是你联姻丈夫易晨泽。狗东西，不会是来报复的吧？妈咪，新爸爸好帅。这就是他的私生子，真丑。那个对，流程，新娘想走走不了，新郎得把婚鞋找。来，找婚鞋了，找到了一只，另一只呢？有个什么？易晨泽，耶，找到了，新爸爸好厉害。新郎新娘出门了，有请新郎新娘登场。你为什么要和我联姻？你希望我是因为什么和你结婚？你就是欣欣姐姐吗？我叫荣博航，你可以叫我航航。今天我妈妈结婚，好巧，我爸爸今天也结婚。你妈妈真好看，那分你一半好不好？那我爸爸也分你一半。好耶！耀大少居然这么英俊出众，早知道我就答应联姻了。新郎和新娘这颜值可真般配。你们没发现后面的花童吗？有点像双胞胎啊，和新郎新娘。我的好姐姐，什么领养？看那孩子的长相就知道是你亲生的。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阿泽果然放下了这个女人，亲嘴都不愿意。果然娶荣芷言就是为了帮亲妈和继母夺家产。原来如此。请新郎新娘给双方父母敬茶。他就是用这副温柔的姿态逼疯了我妈。我爹这个老东西，这么多年还对他念念不忘。妍妍，妍妍，我7年前就在医院见过你，记得当时问阿泽你们好，喝茶。终于跟初恋坐一起了，爸你开心吗？文姨，我婆婆是你情敌哦。这么多年睚眦必报的性子真是一点没变。礼成，没人了，放我下来吧。铃兰居，你取的，有什么含义吗？就喏，围栏下那些白色的花，就是铃兰。就因为院子里种了铃兰？不然呢？挺好，幸好院子里种的不是天堂鸟、牵牛花、龟尾竹。那我上楼了，按照协议我们分房睡的吧？是。易晨泽，你知道铃兰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幸福归来。你说我们种下铃兰，
是不是就等于住在这儿？狼心狗肺的女人。这别墅居然和荣园设计差不多，就是卫生间也太大了吧？咦，这里怎么还有个门？1、2、3。易晨泽，请问为什么我房间浴室会连着你的卧室？荣小姐，没见过这种双主卧，一般夫妻分房的话都会这么设计，所以浴室是共享的。不方便，还有你离我远一点。那你可以搬去其他房间，不过其他房间没那么大的衣帽间。你不能搬吗？不能，大师说了，这间卧室风水旺我，所以你搬吧。我凭什么要听7年了，还是那只反骨，95斤的体重，94斤的反骨，随你。先生，小姐和小少爷到了，要怎么安排？贺大少联姻，就不担心孩子亲生母亲伤心吗？荣小姐都不担心孩子父亲伤心，我担心什么？先生，走吧。星星姐姐，你家好好看呀，以后也是你家啦。我爸爸和你妈妈结婚了，我们可以一起住在这儿喽。哇，原来是我的新家，好喜欢这里。小娇告诉我，我也是第一个。爸爸妈咪，小姐、小少爷和先生太太长得可真像。我去给少爷、小姐放水洗洗。我当然像爸爸啦。像爸爸，你是我儿子。荣小少爷是贺家的孩子。爷爷，你为我生。是啊，荣伯航看起来不过5岁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？真是疯了。不许乱认爸爸。可是星星姐姐已经分了半个爸爸给我，我也分给了星星半个妈妈。真是我的好大儿啊！抱歉啊，孩子不懂事。孩子们也没错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叫一声爸爸是应该的。那个，航航去洗澡。妈咪，航航好累，妈咪可以帮航航洗澡吗？可以。我来。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女大必负，男大必母？那阿姨帮你洗。妈咪，我已经将半个妈咪分给了星星，你得说妈咪。妈咪帮星星洗。好呀好呀，喜欢听了妈咪。叔叔，你冷吗？没有啊。航航，你亲生爸爸呢？我爸爸死了。死了？那你妈妈？我爸爸死了以后，妈咪说他也死了。那个男人死了，爷爷也心死了，他就那么爱那个男人吗？不许哭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不是有新爸爸了吗？我会对你妈妈好的。喜欢新爸爸。欠你们母子的。星星怎么了？爸爸不要妈妈，第一次有妈咪帮星星洗澡，你可以一直做星星的妈咪吗？渣男，可惜我做不到。拿到天际的项目和继承权，我就会和易晨泽离婚。妈咪，我好。渣男。渣女。妈，那小野种肯定是荣芷言亲生的，也就是他糊弄爸，还什么领养，您不会也信了吧？不应该吧？说是亲生的，岂不是对他更有利？万一孩子父亲见不得人呢？你想怎么办？我要把那个男人揪出来，嫁给易晨泽那样的男人，他也配？他们来了。
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人？听说联姻后他还会继承贺家，都怪妈说他不跟贺星没有继承权。姐姐，涵涵，叫外公。外公好。爸，我去给妈上炷香。英朗，妍妍是不是还误会着我？荣子嫣，给你文姨道歉。道什么歉？道他到处给我造谣，还是道他嫌弃不受宠的贺大少，将妹妹的联姻推给了我？爸，别气了，一会儿去书房，有的让你。你出去。妈咪，我也要出去吗？不用。妈，我带孩子来看你。姐夫，有事？看姐夫心情不好，有些担心。姐姐，不太喜欢外人祭拜他妈妈，你别在意。你想说什么？不妨直说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？你不知道姐姐的孩子是亲生的吧？姐姐18岁就和一个黄毛同居了。姐夫，我就是好心提醒你。说说什么谎？一个棚户区的混混，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。姐姐跟他同居了3年，说不定航航就是他和那个混混的野种。你有证据吗？当然。可以把照片发给我吗？好啊，我加你。蓝牙传送。姐夫可别生姐姐的气哦，都是过去的事情啦。怎么会是过去的事情？荣子嫣，你完了。毕竟我就是那个黄毛，如果我再从你口中听到污蔑妍妍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知道你气性大，可这都多少年了，就不能对你文姨客气一点？要聊这个的话，那我出去。你罢了，天际的项目你怎么看？我会亲自负责天际之城的整体设计，让它成为荣宇集团的标志，还有北城的地标。好，妍妍，如果你能让天际之城成为北城的地标，爸会将公司全权交给你打理。谢谢爸。阴沟里的老鼠就是上不得台面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爸要把公司交给荣芷嫣。什么？荣贺两家的联姻绝不能顺利。微微，去把那野种亲爹找出来。可，如果荣国航就是一审泽亲生的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去找这个男人。外公，外公来追我呀！外公，外公，星星在这里。哎呦，慢点，别摔着了，怎么一个比一个皮？这样，你们停下来给外公磕个头，外公给你们发红包。外公给航航磕个头，航航给外公发红包。哎呦，你个臭小子！老爷子，您慢点儿。听说荣宇威找你了。说你18岁就跟个黄毛同居。哦，他可真无聊。不过，我那时候也挺瞎。是吗？不像我，18岁就被坏女人玩弄又抛弃。罢了，当初确实是我抛弃的他。以后带孩子多回来。是啊，妍妍，你带着孩子回来，你爸笑容都多了。姐，常回家看看啊，我好喜欢航航和欣欣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母女俩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好啊，就怕文姨妹妹不欢迎。欢迎欢迎啊！对了，我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忘了拿，微微快去取。好，姐姐姐夫，你们别着急，等我一下。让孩子们上车。乖一点，爸爸给你们奖励。妍妍，妍妍，你是谁？妍妍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可是你孩子的父亲啊！
不是死了吗？孩子都不是我的，居然还有我孩子父亲，蠢货！我孩子的父亲。是。管家，打出去。荣芷嫣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可是航航的亲生父亲，你为了家族联姻，狠心抛弃我，还不让航航认我这个亲生父亲。是这个女人会做出来的人，她居然看上这么一个货色。姐姐，你好狠心呐！他可是航航的亲生父亲。老公，这可怎么办？陈泽啊，你千万别怪嫣嫣啊，她一定是鬼迷心窍了。闭嘴！什么人都敢攀扯我荣家女儿，管家还不将人请走？是。来人啊，来人啊！荣家想要杀人灭口！我告诉荣芷嫣，我可以做亲子鉴定，对，做亲子鉴定。难不成他真是曼妮孩子的父亲？胡闹！老公，您别激动，这事闹出来了，总要解决的。外面都说航航是嫣嫣的私生子，不如趁机做个亲子鉴定，就当澄清一下。是啊，爸，不然不明不白的，姐夫对姐姐心存芥蒂了怎么办？你们，我不介意。荣贺两家本就是联姻，我有私生女，嫣嫣有私生子，怎么了？果然不爱了，居然可以这么大度。做，为什么不做？孩子又不是我的，亲生父亲关我屁事。既然航航和李先生做了，不如跟姐姐也做一个，正好澄清外面私生子的谣言。好啊。难不成航航真不是荣芷嫣亲生的？航航真的是嫣嫣养子。安心，妈自有安排。李俊先生在吗？在。经检测，李俊与荣伯航 DNA 节点存在多处基因不符，依据 DNA 分型结果，排除二者父子关系。荣芷嫣女士在吗？是我。经检测，在排除同卵多胞胎、近亲及外源干扰的前提下，依据 DNA 分型结果，支持你和荣伯航的母子关系。是我的儿子。你们机构敢为自己的鉴定结果负法律责任吗？荣小姐，我生没生过孩子，我自己会不知道。姐姐吓唬工作人员干什么？私生子就私生子，对外怎么说都可以，但不能欺骗姐夫啊，是不是，姐夫？果然是他的儿子，嫣嫣可没骗过我。何况两家联姻，养子或私生子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没关系，我有关系。要么换一家机构重做，要么报警。难道那小可爱真不是荣芷嫣亲生的？那个嫣嫣，你别冲动，你别冲动，文姨相信你。你说孩子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妈，给你姐姐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明明就是她自己乱搞，生了小可爱还不承认。你打我，打的就是你。说，谁让你来碰瓷？否则我不介意送你进局子。看我做什么？不是你说自己是嫣嫣孩子的父亲吗？说，否则鹤林集团的法务会奉陪到底。我说，荣二小姐和荣夫人找我做的。是我吹牛说荣小的儿子是我的种，他们就找上我，给了我10万，说可以帮我做荣家女婿啊！哟，文姨妹妹，原来你们被骗了。再有下次，我不介意也送你们进去坐坐。滚！你。我说航航其实是我的养子，你信吗？信。
那我回去看孩子们，你去忙吧。叶总，您明明知道鉴定报告没问题。叶妍愿意骗我，肯定是心里还有我。哇，我讨厌吃蚊子，我要爆炸啦！哇，我讨厌晒太阳，我要爆炸啦！我讨厌去学校，我要爆炸啦！爸爸，妈咪在讲故事哎。哼，是别的男人的孩子又怎样？还不是管我喊爸爸。然后呢？别说，这一大两小神同步，长得还怪像的。小青蛙杰登的生活中有许多让他讨厌的事情，只要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就扯开了嗓门大喊大叫。都睡好了？睡好了。那个，我们等8月28号去领结婚证。这个日期怎么这么耳熟？你就当我们是一场现实体验，现在体验结束了。我不同意，妍妍。到此为止。 발길이 날 이끄는다 잠시도 쉼없이 난 걸을 수 있으니 어디든 있어만 줘 你要在我们分手纪念日去领证。分手还有纪念日？那你为什么选这个日子？我不同意。大师算的。又拿大师当借口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分手日期去领证，故意让我愧疚，对不对？荣芷言，那你愧疚过吗？易晨泽，我们分开7年，可欣欣6岁，你确定要我愧疚？不是你早出轨了？ 的确，这件事根本说不清楚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欣欣是怎么来的。男人，叶晨泽，快让开，孩子们来了。孩子们，你们不是睡着了吗？爸爸妈咪是不是在玩亲亲游戏，要生小妹妹？我要小弟弟。那爸爸妈咪听欣欣姐姐的，生小弟弟吧。管家，我的小祖宗们！爸爸妈咪加油，生小弟弟！爸爸妈咪加油！那个。 我去睡了。叶晨泽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荣芷言，当年我没有对不起你，孩子是个意外。那孩子是怎么来的？不可能石头缝里蹦出来，总有亲妈吧？欣欣亲妈。陈泽，我生了一个孩子，是你的。你疯了吧？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过？妍妍可是将你当成最好的朋友。可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至于孩子，就那次，反正你可以做 DNA 鉴定。 如果妍妍知道欣欣的亲生母亲是苏曼妮，一定会恨我，那我们就彻底完了。他这是连自己亲生女儿母亲是谁都不清楚，我当年真是瞎眼看上他。航航、欣欣，快吃，给你们转了附近幼儿园，以后在一个班哦。 好耶！ 航航明显看着比欣欣小，跟欣欣一样大班了。航航是哪一年？航航、欣欣，妈咪送你们去上学。好呀。
我们送你。哇，这一家4口的颜值逆天了，还是龙凤胎哎！荣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，生了这么一对漂亮的龙凤胎，女儿像爸爸，儿子像你，一家子都是颜爸。谢谢。对了，周末幼儿园有个夏令营露营活动，你们2个肯定会喜欢，到时候你们一家一定要参加哦。哇，去露营！真的吗？好期待呀！我会考虑的。妈咪，请你一定让爸爸一起去。妈咪，拜托你了。露营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也不是不能去，帮我挤1个月牙膏。欣欣是你女儿，那算了，你半个月。 3周。奇怪，每次被他们这样抱住，都会变得很心软。太太，您别说，这2个孩子真的越来越像了。像吗？好像确实有一点。荣女士深吸一口，憋住，力气往下沉，先不要用力，等宫缩好，用力。好疼，怎么还没生下来？我不想这样，我好疼，给我趴了吧，我不要生了。荣女士，您冷静一点，孩子已经可以看到头了，没办法剖腹了，我们再加油好不好？来，深呼吸。糟糕，胎儿胎心不稳，荣小姐加油啊！好疼，我要。妍妍，妍妍醒醒，妍妍，是做噩梦了吗？别怕，我在呢。真是疯了，怎么会做生孩子的梦？都怪白天他们一直说航航欣欣是双胞胎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妍妍到底梦到什么？不能跟这男人说。睡。我没事了，你去睡吧。哼，不行，我累了，勉强睡这儿吧。总不能说我担心他吧？睡觉。听说你出了车祸，不记得了一些事，一定是太疼了吧？妍妍，这些年你想我吗？我很想你。他这是要亲我。你压着我胳膊了。你傻呀，闻这个多疼啊！老子乐意。The love of my life， 荣芷嫣，有这个纹身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甩了老子。你的纹身怎么没写啊 ？TLML， 也可以翻译成 The lesson of my life， 我生命中的教训。你不会以为我对你念念不忘吧？你能不能别什么？被爸爸发现了怎么办？爸爸不会打我们吧？别怕，妈咪会保护我们的。怎么不干脆蹲我头顶蛐蛐？闭嘴！你吼孩子们干什么？你们都洗漱好啦？好棒啊！是不是想妈咪了？怎么不进来？管家伯伯说爸爸妈咪在生宝宝，不许打扰。航航说想看爸爸妈咪怎么生宝宝。爸爸妈咪怎么生宝宝？你们能给航航生一个看看吗？西西也想看，现在就表演吗？管家，好好教教你。你女儿也没好哪儿去，那也是被航航带坏的。你那野男人肯定基因不好。叶晨泽，你别太过分，这是人身攻击。那我还说欣欣亲妈不是玩意儿呢。他妈确实不是玩意儿。这是我的被子，你什么水我没喝过？流氓！抱歉，你们一家4口在一起的画面太美好了，没忍住。可以发我吗？你干嘛？把我拍得很帅。臭屁！微微快看！爸，荣伯航就是姐姐的私生子，你就不管管他吗？闭嘴！就算航航是亲生的，你也管好自己的嘴巴。爸，
你一直知道那野种是姐姐亲生的？爸居然早就知道荣芷嫣那个野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竟然一点都不生气，还要把公司交给他，凭什么？能不能收起你那嫉妒的眼神？真的很扭曲，很吓人。谁嫉妒了？嫉妒你什么？嫉妒你未婚生子，还是嫉妒你迟早被贺家赶出大门？你真以为你私生子的事情可以骗一晨泽一辈子？荣恒小少爷竟然是荣总亲生儿子。荣以为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死心？一个贺家我还不在乎，至于易晨泽信不信是他的事，倒是你继续作妖，信不信我将你赶出荣誉集团？你敢？试试。小心我告诉爸你威胁我！胆小鬼！给全公司订最贵的下午茶，说是我请客。嫣姐，这是你新婚给我们员工的福利吗？是。谢谢嫣姐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按照人数买的吗？怎么剩这么多？你说。就财务部的冯总监，他说喝不了您这下午茶，财务部的其他同事就都没敢喝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吗？冯总监一直说自己有个暗恋多年的男神，前阵子您结婚，他伤心的厉害，说自己男神为了家族牺牲了婚姻去联姻了。今天冯总不喝您的下午茶，公司都在传冯总的男神是您丈夫。冯总，财务壁冯雅思。冯雅思，曾经给易晨泽表白过的那个师妹。这是欣欣。易晨泽，我知道欣欣的亲生母亲是谁了。你知道了？妍妍一定要听我解释。学长，学长好开心在这里见到你。我听说你回贺家了，是真的吗？你是？我是冯雅思啊，学长。你回贺家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可以告诉我，如果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确实有点事。您说。帮我找一下你们小荣总。学长，我听说他有私生子，你就真的不……我不管你是谁，如果我再听到你诋毁他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学长，妍妍，你还真狠心，欣欣的亲妈都这么不客气。什么？亲妈？他以为欣欣亲妈是冯雅思，她不是欣欣亲妈。至于欣欣的亲生母亲，妍妍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好不好？不用，我根本不在意谁是欣欣亲妈。既然来了，谈谈合作吧。天际之城的项目我可以让利给你5%的利润，但我们过去的事就让它翻篇吧。以后配合媒体相敬如宾，如何？我发疯的来跟他解释孩子母亲的事，可他原来根本不在乎，提这件事就是为了拿捏我，好谈合作。哼，荣总可真大方。你不是当初问我为什么答应联姻吗？联姻不过是为了继承家产，答应父亲的条件之一。虽然早就知道这个答案，但为什么心口这么难受呢？原来这两人做戏呢，那我的好姐姐就别怪我对姐夫不客气了。你家猪蹄子不想要，我给你多了胃口。怎么，吵架了？吵架？当年我妈知道我爸跟他秘书在外面生了个私生子的时候，一句都没跟我爸吵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妈那时候已经不爱我爸了，或者说，压根没爱过。所以我跟荣芷嫣怎么会吵架？她又不爱我，所以你还爱她？这么明显吗？
要不我打个电话叫几个妹子来。我该回去了，还怪手难得的。姐夫，你喝酒了，我扶你。滚开！狗男人。拍到了。露营一结束就被给了挤牙刷了，他就那么现实？荣芷嫣，给我挤牙膏。叶晨泽，大晚上你发什么疯？给我挤牙膏。你喝酒了？给我挤牙膏。好好好，给你挤，不能跟醉鬼计较。你离我远一点。就不，荣芷嫣，你就是欺负我。叶晨泽，你别发酒疯，谁欺负你了？我要欺负回来。叶晨泽，你真恶心！我没吐，哪里恶心？荣雨薇，嫣嫣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和司慕川他们在一起，这口红是出来的时候碰上荣雨薇，肯定是他故意蹭上去的。叶晨泽，你觉得我信吗？就算我信，你的口红印可以解释，欣欣怎么解释？嫣嫣，你听我说，欣欣肯定不是正常受孕的孩子，她的母亲是……他的母亲是谁？嫣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，说了我们就完了。你出去吧。嫣嫣，出去！吴川，荣宇薇名下有个网红公司，用我海外的投资公司收购掉，顺便让人提醒他安分一些。为什么？让你做就做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欣欣母亲是谁关我什么事？欣欣那么可爱，如果知道了一定会难过的。也不知道她睡着了吗？嘘。也是奇怪，无论是航航还是欣欣，每次看着他们就觉得好亲切。是不是他们注定做我的孩子？妈咪，对不起，你毫无介意地接受我做你的妈咪，我却暗暗计较你的亲生母亲是谁，是妈咪不好。这胎记怎么跟梦里孩子的那么像？是巧合吗？或许我应该去找一找我1年多的记忆。叶晨泽真是欺人太甚！我不过好心扶了一下他，他收购了我的网红公司不说，还警告我安分一点，凭什么？你没事招嚷他干什么？当初是你不要的。妈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他不仁我不义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这对塑料夫妻一旦利益受损，还怎么演下去。送你们一个大心。太太呢？妍妍那么讨厌荣雨薇，知道她吃瘪肯定高兴。妈妈去见帅府。
楚了，爸爸今晚给航航、欣欣讲故事好不好？爸爸还要听到小门结的。帅叔叔，太太出门前交代说约了一位姓傅的学长吃饭，让您不用等他。他一定是故意的，我都说了口红是误会，为了惩罚我居然去见野男人，该不会是航航亲爹吧？航航、欣欣听什么故事？爸爸带你们去外面吃大餐怎么样？学长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？我准备留在国内发展。听说你结婚了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是这样，学长，你记得我5年前……他怎么来了？妈咪抱。上次见航航才不过50公分，现在已经是小帅哥了。50公分？我不是1岁才领养的航航吗？学长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说错话了，学妹应该是不想新婚丈夫知道孩子的真实情况，抱歉，是我记错了。真的是记错了吗？会不会是我忘记？妍妍，一晨泽也太恶心了吧！居然出轨荣雨薇上了热搜。什么？妍妍，相信我。嫣姐，荣雨薇直播澄清了。宝宝们，一晨泽是我的姐夫，他前晚喝醉了，我只是扶了一下他，我们真的是清白的。嫣姐，荣宇和贺雷集团的股价掉得更厉害了，大家都在骂易总。易晨泽，这就是你的解决办法吗？过来一趟。嫣姐，易总不会真的出轨了吧？视频是你拍的吗？易总，易总，您怎么知道有视频？荣雨薇刚碰上我就被推开，能拍到照片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提前在录制视频。而你是当晚唯一他手下的网红，道歉还是付违约金，自己选。易总，我道歉。不过1天，股价怎么会掉成这样？联姻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，好会更好，坏也会更坏。妍妍，你们还没有领证吧？如果负面舆论持续影响股价，趁项目没开始，联姻就算了吧。爸，荣雨薇的错，为什么要易晨泽来担？你就这么相信他？如果不是他，你当年也不会……不会什么？也是我鬼迷心窍，被伊婉儿套路了。没什么，总之妍妍，如果你不想，眼下两家解脱联姻是最好的时机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破镜哪会重圆？也许我和易晨泽从来就不适合。让我道歉又怎么样？塑料夫妻就是塑料夫妻。伯父这么说，那你怎么想？我再等等吧，未必不能解决。你舍不得他？我怎么可能？等他先解释清楚和荣雨薇的事吧。妍妍，快看！妍妍上热搜了，大反转啊！网友还分析出了易总的口型，他让荣雨薇滚开，我们误会易晨泽了。
单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喂，妍妍慢点儿。管家说你不开心就来这边放烟花，对不起。事情解决了，嫂子肯定信你。没什么，总之嫣嫣，如果你不想，眼下两家结坊联姻是最好的时机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荣芷言，我不接受。荣芷言，老子不接受！荣芷言，我是你训的狗吗？7年前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，7年后你还是这样，是不是再晚一点，你就要取消联姻？我没这个意思。荣芷言，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，老子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栽在你身上，7年就碰过你一个女闲了，我哪脏了我？你别以为你亲我，我就会我还没原谅你，晚上给我挤牙膏。好，那再亲一下。好。易总，欣欣母亲有消息了。妍妍，我有点事处理，让你司机送你回去，明天等我一起去见机仪式。刚才电话里说的是欣欣母亲找到了。两位再近一点，好，微笑。两位真是伉俪情深。谢谢。荣芷言，我被网友快骂成山妇，你凭什么这么幸福？今晚我要你身败名裂！阿泽，去陪你父亲见见几个叔伯，我和妍妍说会儿话。你去吧。阿姨找我有事。妍妍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竟然都是你这个贱人！明朗才不爱我的都是你！当年父亲和母亲分手，和易婉儿发生了一夜情，被迫结婚。母亲恨了易婉儿一辈子。我们没有误会，有的只是我对你和易晨泽的迁怒。可是，对不起，阿姨，我离开一下。怎么突然这么热？我没有叫服务，你是谁？出去！你没叫，但是有人帮你叫了啊！小姐，我来帮你服务吧。滚开！不想活了敢碰我？那不一定，万一一会儿你求着我呢？这箱有问题。你发现的晚了。妈的，谁拽我？妍妍，你没事吧？易晨泽，我好热。妍妍别怕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易晨泽不去医院，难受。荣芷言，你是想要我的命？不装了？谁装了？我才行。还行。易总交代了，说是荣宇威给了他10万，
还找了记者，马上就到。好，交给警察吧。他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易先生才澄清了和荣雨薇小姐的绯闻，荣小姐就夜会男模。这是报复吗？听说两位还没领证，荣获两家的联姻还是否会继续？什么男模能将荣小姐迷的？不过两家联姻一定是极品吧？是极品。易先生，怎么办？老婆说我是极品。你又打我脸！是啊，你打薇薇做什么？打的就是他这个蠢货。怎么，你把公司搞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胡说什么？那男的已招了，荣雨薇从现在开始，你将不再参与荣宇集团的年底分红。这次薇薇确实过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爸，你是不是太偏心了？荣芷言在外面乱搞，生下私生子你装聋作哑，还让他继承公司。我不过是犯了小小的错，现在连我的分红都要剥夺。荣雨薇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不死心无命？爸都知道那野种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装？爸，难不成你也认为航航是我生的？难不成航航真是我亲生的？爸，你说话呀！爸，我的大宝呢？是不是你嫌弃我生了孩子给你丢脸，丢了我的大宝？把大宝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荣总，荣小姐产后抑郁，丢了大宝，小宝还在 ICU， 这才抑郁加重。航航就是养子，管家，二小姐言行无状，送去关禁闭。爸，你偏心，野种就是他生的。妍妍，以后多带航航回来看看。还有，我向你对你母亲的事道歉。当时我失恋，一时冲动和她发生了关系，误会她是捞女算计了我。等她去世才知道她暗恋我很多年。你别因为我迁怒你易阿姨和阿泽。所以真的不是一婉儿勾引父亲，害母亲发疯的。乐乐怎么了？易晨泽的朋友圈被人扒了，你知不知道铃兰的花语？铃兰的花语是什么？幸福归来。妍妍，易晨泽一直爱着你。不开心。易晨泽，对不起。昨晚刚睡了我，又想跑。没有。易晨泽，别在这儿，回家。一起拍过的合照，你在我肩膀停靠，守着你那欠揍的回。说，易总。没有查到苏曼妮的生育记录，但在瑞士查到了太太的生育记录，还有太太得过重度抑郁。爸爸，带上航航，爸爸还有欣欣。怎么突然要出差，还这么急？有点事情处理。妍妍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让你承受生育之痛、害你抑郁的男人，将他千刀万剐，死了也要绝坟。欣欣、航航过来，爸爸要去工作，妈妈陪你们好不好？那妈咪，我想去瑞士滑雪。好，等妈咪这段时间忙完，就带航航、欣欣去瑞士滑雪，好不好？好了。妈妈带你们去玩。燕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没事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忍一会儿，先去开会。燕姐，
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心软？他胡来，你就由着他胡来。叶晨泽，你这个禽兽！你别害羞，这很常见，不用讳疾忌医，应该是生第一胎没养好。什么第一胎？我没生过孩子。你是不是怕阿泽在意？放心，他自己那私生女都不知道怎么来的，没脸怪你。我真的没生过孩子。你的宫颈从圆形变成了一字形，有生产痕迹，绝不可能出错。嫣嫣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我竟然真的生过孩子。嫣嫣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生过孩子。我听阿泽说，航航是你儿子啊？我怎么会生过孩子呢？为什么我一点记忆都没有？航航，不可能，那是曼妮的亲生儿子，不是我生的。嫣嫣，我没什么，想休息一会儿。那你休息一会儿。这孩子到底怎么了？抱歉，易先生，5年前医院发生了一场火灾，很多档案都被毁了。我担任这家医院院长不过3年，只能查到您太太当年生下一对双胎，可惜其中一个男孩因为长时间窒息进了 ICU， 可能没了。孩子父亲呢？混蛋！那女人当年多娇气，难产、丧子、抑郁症，她得多疼！我当年还以为她在国外潇洒，恨着她。谢谢。如果有其他消息，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好的，易先生，您先忙。你人在哪儿？老婆住院也不出现。嫣嫣住院了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住院？我马上回国。为什么住院你自己不清楚？你老婆是人不是硅胶，使那么大牛劲儿就没想过后果？妈，行了，嫣嫣今天听说自己生过孩子，情绪有些不对，你早点回来。嫣嫣该不会想起自己夭折的那个儿子了吧？我马上包机回国。生过孩子。我知道，生过孩子又不是大事，我会把航航当成自己亲生儿子的。好，不能剥夺航航的父爱，可我的孩子在哪儿啊？得想办法恢复记忆。荣女士，遗忘的记忆往往意味着是一段痛苦的过去，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刻意抹去，重拾记忆意味着会想起痛苦的过往。您确定要进行催眠恢复记忆吗？我确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。那我们开始了。荣女士，现在闭上眼睛，放松你的整个身体，深呼吸，缓缓呼气，把注意力放在脉眉心，抛开所有杂念。现在回到了5年前。糟糕，胎儿胎心不稳，荣小姐加油啊！好疼！好疼！生了，是个男孩，孩子好像窒息了，快准备抢救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荣小姐，您怎么样了？原来之前的梦不单单是梦，他真的没了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得回一趟瑞士。小爱，帮我订最快去瑞士的机票。随时。跑这么急，摔着了怎么办？爸爸妈咪要带我们去滑雪啦！滑雪？是去航航出生的瑞士吗？你妈咪怎么没跟我说？妈咪一定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，耶！那我们也假装不知道，给妈咪一个惊喜。确定是惊喜吗？哎，人都去哪儿了？算了，等到了机场，给易晨泽发消息说我去出差。
易先生，太太，请。易晨泽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先安顿孩子们。好。荣，您认识我？当然，荣，气色不错。看来你终于走出了失去孩子的痛苦。失去孩子，所以我的孩子真的已经没了。易晨泽，我的宝宝真的没了，可我竟然都不记得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妍妍，我们还有航航，你还有航航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他们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爹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喝水。爸爸说生病嘴巴会苦，喝完水吃糖糖。妈咪吃这个，嘴巴里会啪一下，很甜，很甜。荣芷嫣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明明有航航，现在还有了欣欣，怎么忍心为了死去的孩子辜负他们？哼哼，航航老实交代，你什么时候藏的爆炸糖？我作证，他吃了2包。爸爸叛徒，你是叛徒！妈咪，打了弟弟就不能打我了哦。姐姐也吃了1包。妍妍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。出发喽，去妈咪的湖光城堡庄园耶！哇，一定很美。当然，它附近就有滑雪场哦，我教你滑雪。Sunny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什么人？Sunny，曼依，该不会是航航的亲生父亲吧？这男人，不会就是妍妍孩子的爸爸吧？你带欣欣和航航先上车。果然，这就是他那个野男人。好。我又要有新爸爸了吗？可我不太喜欢他。我也是。但如果妈咪想换呢？那我听妈咪的。我不是桑尼。怎么可能？你就是苏，是桑尼，那个男孩是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我是桑尼的朋友。你说航航是你的孩子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，我可以和孩子做 DNA 鉴定。果然是害惨妍妍的男人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了他吼我，我现在才是你的丈夫。莫名其妙。这就是你的丈夫？他有暴力倾向，我一定要带走我的孩子。你说你要带走航航？对。不可能！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有权带走我的孩子。你没有证据。我会申请和孩子做 DNA 鉴定，如果你们拒绝，我将起诉到底。不能起诉，当初曼妮未婚生子已经引来非议，我不能让她死了还被人戳脊梁骨。好，做 DNA， 万一不是她的呢？荣女士、维托先生，这是你们的报告。报告出来了，是我儿子。难道我也要失去航航了吗？希望我们能尽快做好孩子交接仪式。我不能再失去航航。易晨泽，我真不能再失去航航。不会的，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他，很快会有结果。
查到了，这个维托好赌风流成性，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孩子。那更不能把航航给他了。那你当初怎么会给自己选了这么一个男人？你当初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男人？谁看上他了？就一面之缘而已。爷爷竟然一夜情和维托生下了航航，我来处理。你们不知道那东方妞多主动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她朋友，可惜那妞太高冷，一个正眼都不给老子，老子这次偏要炸她。我们老板要跟你谈谈。你们老板是谁？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你再出现在我太太和儿子面前。你要弄死我！啊！我错了，我不是那孩子的父亲 ，DNA 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航航，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我梦见航航被带走了，依晨泽怎么办？我真的不能再失去航航。不用担心了，他承认 DNA 造假，知道一些我们的事，故意诈骗目的是为了钱。是个骗子，太好了！我就说曼妮眼光不会这么差。谁？没谁。依晨泽，谢谢你。滑雪。没心没肺的女人，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滑雪喽！欣欣，如果我的孩子活着，也会这么幸福吧？抱歉，宝宝，妈妈记不得你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给你立碑。但我会时常来这里看你。如果有来生，你一定要健康幸福。我听说那个维托是苏曼妮的朋友，介绍这种人给你，怕是心术不正。小可爱被揭穿了还挑拨离间，曼妮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怎么可能害我？何况她一起。算了，项目启动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嫣姐，你从瑞士蜜月回来就一直没歇过，你看你都有黑眼圈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项目马上开工，这又是北城近10年最大的建筑项目，我要让它成为北城地标式的存在。可是，那你休息一会儿吧。一闲下来就忍不住想那个孩子，明明都不知道他的长相，可每次想到心口就痛。不用了。我吃饱了，我们吃。妈咪好辛苦啊！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啊？好好吃饭。到底还是放不下那个死去的孩子。你爸爸好凶啊！现在也是你爸爸。易总，查到苏曼妮的踪迹了。拦住！我马上到。易总，没找到，会不会搞错了？必须找到，给我继续派人盯。易晨泽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这女人今天终于知道想老公了，有点事处理，一会儿就回。明天我要加班，你能带航航、欣欣去上游泳课吗？想老公个屁！好。爸爸好帅！爸爸，我就选你这个。那不行，你们得从基础开始，下水爸爸教你们。亲人们，看我拍到了什么天才！这不和荣家联姻的贺家大寿吗？他手臂上纹的什么？放大，看不清啊！我发网上问问。走吧。
荣总，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冯雅思又卡了我们部门的材料审批，这个月都4回了。让财务部冯雅思过来一趟。进来。荣总屈尊降贵，找我有什么事？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提醒你，如果继续滥用职权，为难我们部门，我不介意启用股东权力让你滚蛋。你凭什么？就凭我姓荣。你没看新闻吧？易晨泽曾经有一个白月光。白月光？对，当初学长为了白月光纹身打架，分手后喝到胃穿孔，就算你是他的妻子，也永远得不到他的爱。易晨泽分手后喝到胃穿孔，怪不得那男人胃不好。冯雅思，我发现你不仅蠢，还瞎。当年我这么一个大活人站他面前，可惜他只看得见易晨泽。小安，冯总监请。招蜂引蝶，孔雀开屏。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会被偷拍。哼，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爷爷，可以了吗？我的孩子，爷爷，真的放不下和那个野男人的孩子吗？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我就能看清宝宝的样子。不对，不是说孩子没了，为什么刚才看到的孩子大了很多？荣女士别着急，也许下次就可以看清楚。我明白，万一我的宝宝活着呢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你是变态还是欲求不满？专找我们两个撒气。皇上什么情况？还有你肩膀到底纹的是什么？这么小气，每次打球都贴个膏药。想看？想看你就给看。The love of my life, RZ， 荣芷嫣。我靠！易晨泽，你肉麻死我吧！给我拍张照。这么中二，你还要拍照？滚！请问易先生，网传您有个念念不忘的初恋女友是真的吗？的确。那您的纹身是为了初恋女友纹的，也是真的？是的。您当着妻子的面承认对初恋念念不忘，是真的不在乎荣女士吗？荣女士你怎么看？我回家看。今天是天地之城的开工剪彩仪式，希望各位关注项目本身。至于大家好奇的纹身是什么，为谁纹的我已经发在了社交平台。RZY 荣芷嫣，没错，这纹身就是7年前我为我妻子纹的。